1945年前后的台湾有真侪重要的历史大代志，有开罗宣言、二战结束、日本投降、国民政府接受台湾。最近伫南投的台湾文献馆就展出相关的内容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以为这台湾的这个主权以及它的未来前途是规范在开罗宣言。文献馆长向民众导览介绍开罗宣言，这是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。 日本战败，甲台湾献予中华民国的重要历史文件。1945年前后的台湾重要史料微型展，当日台湾文献馆展出有不少关键性的档案，加研究历史的资料，展现1945年台的相明性。很多珍贵的史料，在那个过渡时期，然后当时这边那边各种的转折，给予我们决定真相的一个认知。以前他们的一些物件啊，就是可以跟那个以前念到的书籍啊那些来做一个互相的照应。这届展览的内容包括开罗宣言、二战结束一直到国民政府接受台湾28事件档案，以及台湾本土的精英留落来的历史资料。当时台湾人一方面是欢喜脱离日本殖民统治，另外一方面也对国民政府的治理有不满。最后起来抗争爆发1947年的28事件，伫遮也会当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。很欣喜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。 他们也要将它回到所谓的祖国的怀抱，但是呢，国民政府的统治却造成所谓的政治混乱、民生凋敝、经济崩溃那产生的说让台湾人民感受不到那种回归的一个喜悦。战后台湾受国民政府统治，也包括改姓、改路名、萨华语才起日本化行政措施。 在特展当中，拢会当看到文献馆希望透过这文献，用多元的角度来感受甲看待台湾光复前后的代志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